今日特惠咧都係觀山水哈，嚟睇翻呢一個18樓嘅02號戶型，95平方咧做到3房2衛格局啊！嗱，呢個現樓18景觀咧真係冇得頂，望正住我哋中族園林啦，別墅景觀好靚仔吓。我同你播報呢個價錢先啦吓。咁呢套咧市面價咧大概就63萬左右嘅，咁發展商嘅成交價咧就615234蚊嘅，咁首期款咧就係95234蚊，貸款係52萬，咁月供款咧30年月供就2192蚊每個月嘅，咁以下咧就其他雜費，維修基金一樣70萬方5950蚊。咁契稅咧就1%， 6150蚊左右嘅。咁律師費咧就1400蚊，物業管理費咧就係238蚊每個月。咁改造費咧，嗱呢個房間要封窗800蚊嘅改造費。咁以上咧就係呢一個單位發展商嘅底價嚟啦。咁而家揾我哋公司買咧，仲可以回贈你2萬蚊嘅現金，喺你簽約當日即時辦翻俾你，唔拖唔欠，冇任何風險吓。相當於咧呢個單位你可以做到595234蚊就可以攞低啦，所以性價比都非常之高。如果你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咧，或者想了解其他戶型樓層嘅詳細價單，或者係申請多啲優惠都好啦，都可以直接 WhatsApp 翻我哋。另外我哋公司咧有免費嘅專車喺香港接送睇樓噶。咁視頻嘅最後咧，都希望大家點讚關注同 share 咧俾啲有需要嘅朋友。咁我哋下期再見。